希伯來書第12章，既然我哋有按多見證人，長遠為定我哋，就應該表達各種嘅重擔，老殘定我哋嘅罪，原來到底來走擺在我哋頭前嘅路程。我哋愛注目看耶穌，因為佢係我哋信心嘅開創者，老完成者。為到擺在佢頭前嘅喜樂，佢看強侮辱，忍受十字架嘅痛苦，兩下佢坐在上帝寶座嘅右邊。你哋愛好好想看呢，佢係樣板忍受罪人嘅怨恨，安樣，你哋則唔會良心失志，你哋同罪惡戰鬥，係望變到生死嘅關頭。上帝樣板勸勉你哋，像勸子女一樣。咁講，你哋唔記得了係麼？佢講：我嘅來呀，唔好看強主嘅廣告，本期接批嘅時節，唔好失志，因為主廣告佢所寫嘅人，鞭打每一個佢所認嘅子女。你哋愛忍受苦難，像係阿爸嘅廣告，因為這係表示上帝對待你哋像子女一樣。咁又唔是屬阿爸廣告嘅子女嗎？你哋那麼像其他嘅子女按樣受廣告，你哋就唔係子女，係私生子。肉身嘅阿爸是廣告我哋還係尊敬佢哋，按樣。對靈性嘅阿爸，我哋更唔係還較愛順服佢，將會得到生命嗎？肉身嘅阿爸就自家看作錯嘅，暫時廣告我哋，仲係上帝嘅廣告係為到我哋嘅利益，愛本我哋要分佢嘅聖潔。人數廣告嘅事，一定會傷心。唔爽快，仲係後來，佢哋對廣告來受操練嘅人，就會結平安嘅果子，過正確嘅生活。所以，你哋素養腳來嘅，愛集正起來，愛一出行在必出嘅路上，使橋踢嘅腳，就唔會脫彎，反轉會得到醫治。你哋愛親力勞眾人和好，也愛追求聖潔，無聖潔，無一個人能見到主。愛謹慎，免得有人失去上帝嘅恩典，免得有人將有托嘅劍抬起來，害到千多人，使佢哋變作無謂，免得有人犯淫亂。也係像以掃按看重世俗，為到一碗食物，連長子嘅名分也拿來賣脫。而到底後來佢想愛得到阿爸嘅祝福，仲係受欺騙。佢雖然流目汁，迫切懇求，還係尋到挽回嘅辦法。而到唔係像基督以色列人按樣。來到嘅名得到嘅西奈山，在嘅位有火焰、烏雲、黑暗、暴風、噴陽角嘅聲，老講話嘅聲。人民聽到呢個話，就要求唔好再對佢哋講話，因為佢哋當唔起嘅命令講。名了山嘅，就算係頭上，也要用石頭揼死。所看到嘅非常得人驚，連摩西也講：我驚到逼逼慘。仲係你哋係來到錫安山，定係完成上帝嘅山，係天堂嘅耶路撒冷，有千千萬萬嘅天使。你哋係來到上帝眾長子歡喜賜福嘅場所。呢道種子嘅名已經記在天堂，你哋係來到審判萬民嘅上帝面前。
是來到上咗完全嘅義人嘅靈魂嘅所在。你哋是來到新約嘅中保耶穌面前，是來到獻血嘅所在，也個血讓過亞伯嘅血所表現嘅。所以你哋愛捐腎，唔好祈切嘅向你哋講話嘅，佢哋祈切嘅在地上將神聖嘅正道傳本基督嘅一位，都冇法度脫罪。那是愛到祈切嘅對天堂向愛到講話嘅，愛到就還較冇可能脫罪哦。這時佢嘅上搖通天，總係了下，佢應許講，還有一半，愛唔但將愛搖通天，連天也愛搖通。還有一擺，兩句話明顯表示，屬錯之物為屬搖通都篩走，本基督唔會搖通嘅留下來。按樣，既然愛到神屬嘅唔會搖通嘅國，愛到就應該感恩，愛到愛照上帝所歡喜嘅，用虔誠敬畏嘅心來侍奉佢。因為愛到嘅上帝係烈火，